別為小事找狂意第89課，找到一種簡單的快樂。我發現生命裏面最美好嘅事都係最簡單㗎，而且大多數都係免費嘅添。單純嘅快樂能夠令到你嘅生活更加愉悅、更加平靜，真係好正㗎。我嘅妻子黑瑞斯就有一種單純嘅快樂啦。每一年佢都會喺後花園裏面呢種幾排嘅向日葵，我從來冇見過其他人好似佢咁中意向日葵㗎，因為佢喺一日裏面有好幾次都會走出去睇下呢啲花，而且心裏面仲會讚美佢哋添。佢每一日呢都會用愛心去淋水同埋照顧呢啲花㗎。到咗啱嘅時候，佢就會將佢哋剪低放去屋企，俾每一個人去欣賞。有時候朋友嚟到，黑瑞斯會送佢哋一束向日葵，呢個時候黑瑞斯會覺得分外滿足㗎。你可以睇得出呢種單純嘅快樂，唔單止令到我哋嘅屋企更加美麗，亦令到黑瑞斯嘅生活非常快樂而且有意義。呢種價值絕對唔係一束花可以相比㗎。喺某個角度嚟睇，呢啲花就好似係黑瑞斯生活裏面嘅守護神一樣，佢渴望見到佢哋，照顧佢哋。當黑瑞斯睇到呢啲花嘅時候會微笑，而且我相信呢啲花會令到黑瑞斯保持洞察生命嘅能力。佢並冇將呢種單純嘅快樂當做鼓舞任何人嘅動機，但我睇到佢哋喺小朋友身上亦都有好好嘅影響。我嘅小朋友喺黑瑞斯種向日葵呢一件事上面睇得出媽媽嘅感恩嘅心情，所以佢哋亦同樣學懂。所以去到大家嘅身上，如果你哋都能夠花啲時間去諗下，一定會揾到一啲單純嘅快樂㗎。好似我自己咁啊，可以喺書店裏面睇下書，又或者一個人喺 coffee shop 裏面飲杯咖啡，都係好快樂嘅事。我相信如果我能夠享受嘅快樂越多，我就越能夠有闊大嘅心胸，越唔會為小事找狂㗎啦。我都希望你能夠揾到單純嘅快樂，無論係睇幾分鐘嘅書，或者去上一堂，再唔係學一啲新嘅嘢，甚至去散下步、兜下風等等，都對你有無窮嘅益處㗎。